各位同學，今日我哋要嚟介紹晨早閱讀同埋閱讀日誌。晨早閱讀會逢星期一、二舉行，同學需要喺7:55之前準備好自己嘅書籍。星期一就係中文書，星期二就係英文書，咁樣就可以培養一個良好嘅閱讀習慣。咁但係我哋要點樣去統計自己睇咗幾多本書呢？就係用呢本閱讀日誌啦。閱讀日誌係為咗令同學更有系統咁樣記錄自己個人全年閱讀表現嘅工具。同學可以記錄自己嘅閱讀情況，可以分析到自己嘅習慣同埋傾向，並且去揀一本自己適合嘅書籍。咁但係我哋要點樣正確去填寫閱讀日誌呢？就等我舉個例子啦。我最近就睇咗本書叫做《哆啦 A 夢》，咁我哋就可以將佢寫喺左邊嘅欄框裡面，並且寫埋作者，就好似咁樣。之後另一邊呢，我哋就可以寫對一本書嘅評價同埋心得，就好似咁樣。最後下面呢，我哋就可以總結下自己睇咗幾多本書啦，咁就完成咗一頁啦。咁希望大家睇完呢條片之後，就可以更加清晰知道點樣去用閱讀日誌啦。拜拜。記得喺11月3號之前提交閱讀日誌啦。